正中心地段125萬，攞低142平方嘅南北對流雙人台戶型，而且呢個小 K 嘅話呢，係3廳比較高端嘅一個小 K 嚟嘅。當年嘅開盤價呢，買得真係非常之高嘅，所以呢，住得喺度啲人呢，都係非富即貴，而且呢個個都仲好低調添。佢呢個係雙人台南北對流，我哋日內大門呢個鞋櫃呢已經幫你安排好咗啦，自己單門獨院一副喺呢度。臥室嘅區域呢，呢邊呢就全部喺晒嗰邊，一共呢就有4個房間嘅，而且呢呢間屋最主要呢係業主買翻嚟自己一日都未住過嘅，就要白損失咗成100幾個。今日總價只要125萬就可攞低我哋3廳正中心位置，而且係一個比較高端嘅小 K 雅基樂龍翼。有興趣嘅歡迎喺評論區同我留言，帶你實地睇樓。多謝。